先开始，咱赶紧来关心平湖这个渔船大进湾88号，早暗8点左右，伫金门海峡掠小竿啊，向向互中国的海警船、夜顶船做检查，尾夜佫甲船含人押回去中国。船顶有5个人，2个台湾人，3个印尼渔工。海巡是表示，为着避免冲突野悬，所以就无佫捉过去。政府即马是呼吁中国爱赶紧放人。中国海警船最近动作真多。6月15开始宣布实施新的规定，也就是会当伫咧认定的管辖海峡，定船检查考核涉嫌违反因出入境管理规定的外国籍的船甲人员。敌方舰队已进入我辖禁限制水域，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及海上交通安全秩序，立即转向离开。昨暗有一台平湖籍的渔船大进湾88号，伫金门附近的海峡掠小竿啊，有一台中国海警船划过来翕相，要国强定船检查，控制船的通信。迄当阵船顶有4红的船长加5位外籍渔工，附近要甲20台渔船看到了就赶紧离开。除了制造区域的紧张，对台湾的灰色地带胁迫以外，事实上对自由民主世界来讲，这都是一个升高敌意、制造不安的因子，对中国毫无好处。海巡署伫接到通报赶到现场，发现南方的船已经被带转去中国的围头港，壁还佫有4台中国的海警船一件，甲咱的海巡艇相上要到50分钟。为了要避免冲突升悬，停止检查。其实咱海巡署伫咧几工前就已经向中国发话。中国在太平洋海域频频制造争端，我方持续掌控相关情势，适时应对，严厉谴责不正当的执法手段及任何形式的滋扰行动。今年自1月到6月25为止，海巡署已经驱赶外界中国的船835台，定检大汉的有7台。因为时空原因救援未赴，大进湾88号所来将会由陆委会甲渔业署透过两岸公道协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